来这个家人离这届的风台灾情惨重，学生一透早是踏着绿沟仔门到学校来上课，市区有袂少路是封路，一度来造成着大塞车。市长谢国良讲，要摒离的后礼拜一进前，让所有的路恢复通车。基隆市中正区学生穿制服、野雨伞，阁有人穿虾讲，行过拢是土门的马路来到学校。同款伫咧仁爱区水沟坎挂，袂输是涌泉，一直喷水出来，规条路就亲像溪水。无奈行路上课的学生，敢若会当行水路，下下拢担起这段上课的路是真辛苦。警方抗三角水封路进行交管，因为饮水山帮顶的灾情，今仔日透早基隆市毋但是公车临时改路线，阁有路段封路，造成交通险无通运作。加上无放假，上班上课拢真麻烦。我们都搭公车嘛，然后公车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过去。我要再去上班了。糟糕了。你觉得没有停班停课会不会很奇怪？非常的麻烦，不然就要绕了，再绕，因为下面也堵住了。做大水，基隆市虽乱草草，就算是无放假，民众嘛无用咧摒扫。好几个人在帮忙抽水。地头甲民众摕水管扫帚，紧甲水扫出去。半暝饮水了后，大家人拢无用试试，有诶抽水，有诶做清理诶工课，佮有暗班结束诶民众倒来到厝口咧饮水，拢硬去。去上班倒来较看到。对啊对啊，我也毋知讲饮水因歹。市长谢国良一透早就到灾区勘灾，针对基隆市府后续诶处理，伊安尼回应。那我们希望全线的通车可以在下礼拜一上班以前能够来恢复全线的通车。风台扫过连日大雨，基隆市正做水城，市府民众骨力摒扫，敢若希望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